大家好，我係 GYT， 今日我會講下運輸署規劃新皇崗口岸嘅巴士服務。首先，我想講下城巴 976A， 運輸署計劃將 976A 飛走咁上路，延長至每日服務，經大欖隧道、西隧以及中環灣仔繞道前往港島東。我覺得呢個建議幾好，不過我希望佢可以加埋皇崗口岸去青山公路一帶嘅 6.6 港元短途分段收費，希望運輸署可以批准啦。第二條我想講嘅巴士路線就係運輸署建議來往新皇崗口岸及葵芳嘅新巴士線，我覺得設計都麻麻地，佢而家係兜入長安總站，跟住就去葵翠邨總站，仲要唔去荃灣，好明顯唔想搶咗非專利巴士公司嘅客，我覺得唔會夠客，我覺得佢應該大欖隧道之後直出葵芳，跟住再去長安，再喺青衣兜嚟兜去好啲，或者佢去完葵芳之後，就去荔枝角、長沙灣同埋深水埗，以深水埗欽州街為總。第三條路線我想講下新皇崗口岸及啟德世運路嘅新巴士線。呢條線好奇怪，佢淨係喺上下午繁忙時間服務，下午繁忙時間服務我覺得都合理啊，但係邊個會係上午繁忙時間咁早由皇崗口岸嚟啟德？啲人要5點幾起身，喺深圳搭去皇崗口岸，過埋關，先至可以搭到依架車，除非佢服務時間去到11點幾，唔係嘅話直情冇機會全日。同埋佢嘅走線好奇怪，佢行中九龍繞道去啟德體育園之後，竟然去九龍城碼頭，跟住再去返世運路，即係啟德簡約公屋同埋啟欣苑。我覺得係得簡約公屋同埋啟欣苑嘅居民唔會搭依架車去深圳，同埋依架車冇覆蓋到啟德同埋九龍城比較核心嘅地方，例如裕港灣、德朗村、Airside。我覺得應該行德朗村、彩虹去觀塘道，順便取代埋5米。如果運輸署都係唔想同非專利巴士競爭，咁你咪去順利、順天、秀茂坪同安達臣。同埋如果你依條線做咗全日，咁樣咪可以宣傳喺大欖隧道轉車站，轉乘巴士去荃灣、深水埗、油尖旺、黃大仙同埋港島。人哋見到 976A 仲要行青山公路，同埋城巴大欖隧道網絡，淨係可以搭967同969去港島，九巴去油尖旺、深水埗有好多條線，去港島又有班次頻密嘅968。最後，我想講下新皇崗口岸去烏溪沙站。依架車我覺得大埔喺太和樂公路，跟住再去大埔中心、廣福道同埋廣福村，好過好似俾人感覺好迂迴嘅路。同埋我想知點解佢唔去埋西沙，係咪見大埔人唔搭白石角嘅巴士，所以唔覺得西沙嘅居民會搭呢架車？不過要讚下依架巴士係第一條每日服務嘅全日巴士，由大埔去馬鞍山，我覺得呢個客源都幾重要，始終搭港鐵都要36分鐘，又去唔到大埔中心同埋超級城，所以搭巴士係有優勢。大埔去科學園同白石角，唔係個個都會搭小巴，又有機會冇位坐，呢條線又做到依個客源。最後，我就會講下新皇崗口岸去青山灣巴士總站嘅巴士線，我覺得依條線幾好，
又係流水線咁樣，又方便到洪水橋俾53間快嘅選擇去屯門市中心同埋三聖村一帶，同埋我都估唔到依條線會用冇巴士用好多年嘅青山灣巴士總站啊！呢次嘅新皇崗口岸巴士設計有部分設計得麻麻地，希望可以改善下。你哋大家有冇啲咩睇法？歡迎留言講下。我哋下條片再見，拜拜。